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，申命记28章58节到29章第1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改变。上帝是永远袂改变。也检测伊所赐福的方式会无同，保守的方法有差异，看顾保守的作为也无同款。但是上帝对人的疼甲应允却是永远袂改变的。也因为安尼，上帝要求遐个蒙恩得救的人，都爱用不变的性命来爱疼上帝。来向上帝献祭，来献上感谢甲敬拜。但是人却经常表现出无遵守上帝命令的死命状态。伫申命记28章58节到第29章第1节，佮再度提到着以色列无切实遵守圣经律法，来离开上帝的真道。圣经记载，恁若无切实遵守这本册记载律法的话，无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用光听敬畏的名，上主就会用恁会想袂到的灾厄，就是大佮久长的灾厄，严重佮长期的病，降落互恁甲恁的后代。伊嘛会互恁甲惊埃及的人的病临到伫恁，甲恁甜地永远医袂好。连这本律法的册无记载的病甲灾厄，上主嘛会互因来临到你，直到恁灭无。恁以前虽然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，毋过恁无听趁上主恁上帝的话。所以恁剩落来的人口大大减少。以前上主以爱好款待恁，互恁的人口加添。毋过以后上主以爱甲恁毁坏，甲恁消灭，恁嘛会对入去承接的地受背出。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国中，对地的这边到伫地的迄边。恁会伫遐服侍别个神明，用茶用石雕刻，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神明。伫遐的国，恁袂当有安定的生活，无定居的所在。上主嘛，互恁伫遐心神不安，目神无清彩，精神衰败。恁的性命无安全，每日提心吊胆，性命难保。恁会因为心内的惊吓，甲目睭看到的，早起时要讲天啊未暗，暗时要讲天哪也未光。上主会互恁坐船倒去伫埃及，行迄条我捌吩咐恁毋通倒去的路。伫遐，恁会卖家己，互对敌做奴仆甲奴婢。毋过无人要买。29章第1节，上主伫何烈山甲以色列人立约以后，佮伫摩押地命令摩西甲以色列人立约。上帝甲人的立约其实是信实的，是永远袂改变的。亲像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17节到29节的经文讲到，上帝对亚伯拉罕应允，特别实现的时，以色列人伫埃及的人口加添真济。后来有一位毋捌的约瑟的王起来统治埃及，伊用诡计对付咱的民族，虐待咱的祖先，强迫因。甲婴拢献伫个外面，互因死。拄即个时，摩西出世，生做非常清秀得人疼。
伊伫老爸的厝来饲养3月日久。伊受放杀的时，法老的查某囝甲伊捡去做家己的囝养饲。伊受栽培学习埃及一切的智慧，讲话做代志拢有才能。摩西满40岁时，想要去探家己的兄弟以色列的同胞。伊看到一个兄弟互以色列埃及人来欺负，就甲伊保护，拍死迄个埃及人，替伊报仇。伊想讲家己的兄弟会了解上帝要用伊的手来解救因，毋过因无了解。隔日，伊看到2个以色列人伫冤家，想要甲因调解，讲朋友啊，恁是兄弟，哪伫互相伤害？毋过，迄个伫欺负人的，甲摩西散开，讲啥人任命你做阮的头，做阮的判官，你嘛要替我亲像昨昏替迄个埃及人咯。摩西一个听着这个话就逃走，去米甸的地来架骹，伫遐生2个囝。伫埃及做奴隶，以色列人得到上帝救恩，因为上帝是诚实的，是疼世间人的上帝。摩西是上帝所安排的救赎，咧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要成做世间人的救赎。那是因为上帝信实的应允，因为伊永远无改变。虽然人并无了解上帝的作为，但是上帝却有缘呼召摩西去拯救受奴隶以色列人，来解救因。今仔日上帝也将这个救恩赏赐予阮，虽然阮检采未明白伊的旨意，但是信息上帝的信息却永远未改变。诗篇51篇，上帝啊，你会听，永远未改变。求你怜悯我，你有丰富的慈爱。求你撤销我的罪过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我得罪是你。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的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求你面无越走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着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赏赐我新佮忠诚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犯过失的人，互罪人通归向你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免除我的死罪，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真经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成礼，哪爱我欢喜献？你若献烧化祭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好款待錫安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迄时，你要接纳合宜的圣礼，全副的烧化祭。人要将牛犅
显伫你的面前做祭坛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你的救恩，互阮知影上帝的信息。恳求上帝赏赐阮信心，坚定来相信救恩会临到阮，特别伫阮拄着极难的状况佮困难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